在算法的圍獵中守住人的溫情。喺呢個時代，愛心係特別珍貴嘅。冇咗愛心，人就好似一台冇咗靈魂嘅機器。人工智能同埋科技確實帶嚟咗好多嘅方便，但係亦都悄悄咁改變住我哋。現在我哋幾乎做啲乜嘢，喐下手指就得啦，連腦都唔使喐嘅。智能產品就越嚟越聰明，人呢就好似越嚟越懶咁。以前好多我哋都係要記喺自己嘅腦入邊，現在全部呢就交俾電腦同埋手機。邊一日要係唔記得咗帶手機，好多人就好似失咗魂咁，乜嘢都唔識啦。科技嘅好處，我哋當然係要承認啦，但係佢帶嚟嘅能力外包同埋腦子嘅怠惰，真係要好好咁諗諗啦。同老一輩比起上嚟，現在嘅年輕人玩手機係玩得好純熟嘅，但係要講腦入邊嘅知識儲備同埋內心嘅智慧，可能反倒係要年輕人需要去補課嘅。人嘅覺知同埋判斷力，得靠自己不斷咁打磨。如果總係依賴外面嗰套系統，自己唔去提升嘅話，時間一長，可能連人點解要活着都搞唔清楚啦。所以我哋係要持續咁學習，保持清醒，千萬唔好反過嚟咁被科技去帶偏咗。人工智能係人自己發明出嚟嘅，但係如果我哋光係用住科技，唔關照自己內心嘅成長，講唔定邊一日反而被自己做出嚟嘅嘢困住。當你乜嘢都要靠手機推薦，揀乜嘢都要聽算法咁去安排，人原本嘅良知、智慧同埋愛心，可能就慢慢咁變淡啦。要知道科技發展總係有代價嘅，注意力越嚟越散啦，人同人嘅關係越嚟越似交易啦，連睇乜嘢新聞都會被算法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我哋用住科技，亦都要時常咁問自己：我攞佢嚟做乜嘢呢？我又因為佢放棄咗啲乜嘢呢？我真係會因為咁樣會更加快樂嗎？現在個科技咁發達，方便係真係方便咗啦，但係幸福呢係唔會自動送上門嘅。焦慮亦都唔會因為你換咗個新款手機而消失。如今心裏面難受、情緒低落，反而成為咗唔少人嘅日常。呢啲係真係需要警惕嘅。我哋到底係往前走啊，還是係往後退呢？我見過唔少年輕人原本係對未來充滿幹勁，但係卻常常提唔起精神。工作唔想投入，同人打交道呢，亦懶得走心。尤其係一啲從小被呵護長大嘅細路，入咗職場睇起上嚟就幾光鮮，但係受唔到一啲嘅批評，喐下就想辭職，咁脆弱，日子點會過得好呢？如果只係睇物質條件，我哋確實係進步咗，但係歷史一再告訴我哋，表面嘅熱鬧未必經得起時間嘅考驗。我哋覺得了不起嘅科技，再過幾十年可能會被重新看待。其實我哋真正需要嘅係可以同科技一齊成長嘅能力，持續學習嘅勁頭啦，獨立判斷嘅眼光，一份長遠嘅道德感，仲有嗰份溫暖嘅愛心。只有咁樣，人嘅心智先至唔會被人工智能替代嘅。